但是新秀偏偏要往枪口上撞。什么叫做实力？1打5，今天1打7。哎，停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刚刚那样子是可以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。那段就是特别设计好的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狗哥我扛，好不好？接下来的比赛是联盟 battle， 本次联盟 battle 3局2胜，输的联盟2个战队都要淘汰1人。2组联盟要在30分钟的时间内做好准备。计时开始。先下一个吧，我们。做了刚刚那还可以的。你们7个人都要上第1轮，谁喜欢哪个币就可以直接拿走了，行不行？找不到这个鼓这么近。我们这边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对那个币有感觉。啊，我直接上去 freestyle。我先来了。我觉得我们的联盟是无懈可击的，我们非常强。我们这队每个人都想拿下这场战役。我真的要比说唱根本强他妈好几倍。我不想靠，所以我直接选择 freestyle。黄旭天堂来信，直接江郎才尽。狗哥、岳哥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想让你们团队变成2个人，但是新秀偏偏要往枪口上撞。什么叫做实力？1打5，今天1打7。哎，停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刚刚那样子是可以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。那段就是特别设计好的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狗哥我扛，好不好？101位说唱歌手，请投票。害怕呀！现在我又要咬你了。出去玩了。3家挑2个嘛。另外一个淘汰。